有流伴，心灵较饱水。文录音，单字文。人若行，岁数若济，人生这条路到底是家人重要，还是朋友重要？答案是在人。只是随着全球高龄化人口不断增加，有愈来愈侪的研究显示，老岁人若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有朋友的陪伴，搁较会当预测一个老人的健康甲快乐。保持少年的生活方式是啥？爱有老伴。这我要讲的，毋是一般人认为的翁某，因为有时翁某无一定是你上好的老伴。有研究显示，老岁人的健康、快乐，甲家人、朋友有真大的关联。一个研究，互人较想袂到的是，人伫年纪哪来哪济的时，友谊的重要性竟然赢过家人。这指出，人愈有血，有好朋友、好的社交支持的人，和家人斗阵嘛会较和谐。这款人对内对外，拢有较正向圆满的结果。所谓朋友毋是济就好，这款伴斗阵的时，连身兼结骨，袂计较，包稳自在。这种朋友会当话行就行，做伙佚佗，会使伫你车影行运的时，真心拍扑仔甲你恭喜，嘛会伫你无适宜跋倒的时，甲你插起来。人本质是一种社会性动物，所摆嘛会和别人互动，甚至伴烂。伫群体生活，咱人若无朋友，上善。朋友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有形的力量。上会了后，知影一段好的缘分是俗世难得的安排。朋友要爱行的久长，斗大的价值观真重要。因为伫人生每一个需要做伴的时阵，你袂感觉孤单。若有代志，你知影有人会徛出来相挺。一路有伴，互相帮衬，做伙学习。就算有当时会冲突误会，嘛是伫应心灵幸福的培底。